林姑娘来了，没雨雨。只见姐姐，林姑娘为美玉来呢。林姑娘来了，没雨来。林姑娘来了，林姑娘来了，姑娘来了，姑娘来了。快去见过。是，见过二舅母，外甥女儿不孝了，快起来一帮坐下。哎呀，外甥女儿，我看你身子单薄，18生意，恰是为何？但若自有多病，是7万日起便请牙到自尽。啊！林姑娘来了吗？林姑娘真的来了吗？啊！哎呀，老祖宗，我来迟了，我来迟了。昨日旅途西桥上，新草庭前对客当。你不认识他，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帕拉虎，乱清真所谓辣子，你只叫他一声蒙辣子也就是了。这是你两嫂子，快去拜见。见过二嫂子，哎呀，起来，快起来！哎呀，好一个妹妹！许过的我一生都年轻。
女分明是虐天仙灵调红来当。妹妹，他说下。妹妹，司机你来到这里呀，学当作分人此句在话中，这家是虽是你家中有气有用把最成功，谁为求告诉往昔呀？你们快去当上儿子，让林姑娘带领的人歇歇去吧。是。见过老太太，太太。唉，陪我带来的这个小丫头太稚嫩了，把我身边的，只觉呀忘记了陪我好丝滑。金陵姑娘，老太太真是想得周到啊！怎么，宝玉去家庙玩园，到这个时候还不回来，让他和陪我也见过面吧。外甥女儿，我有一句话要告诉你：自己我们家里4个为女儿都结好，以后可以一起读书，要做正妻。只是有一件我放心不下，就是我那个宝玉啊。二爷回来了，二爷回来了，二爷回来了。老祖宗宝玉啊，家里来了客人，还不快过来见过林妹妹？林妹妹，天上丢下林妹妹，是一朵青云刚成熟。引动好比风白绿，少年过上手起，生下马无问，姐姐分明是话来他，心里恰是就是雨。咦，这个妹妹，我好像在看见过的。你又误失了，你红尘见过啊？谁不见过？看见面上，心里好像神色一般呢。好啊，好啊，这样嘛，以后在一起也是好么了啊！来，坐下，坐下。妹妹，你读过书吗？上过1年呀，说得几个字？妹妹真名，名唤黛玉。又是你。不是，好，我说妹妹的事，我在平平两时吃鸟啊。什么是平平啊？古今人物通口上色，西方悠然，明代可做完美之母。可妹妹没见识出，去这个事去的甚美呀？她又是图传吧？只了世俗无情，图传的也太多呢。哎呦，你们听听，多聪明啊！妹妹，你有肉没有？我没有肉，
你那块鸟也是件喜欢之物，岂能人人都有？什么喜欢的东西？神的高下不是，外是灵不灵？我可不要这个东西。宝玉孽障，你生气要当骂人容易，何苦去摔你那个命根子？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，只有我有，我是没去嘛。今天来了神仙似的妹妹，她也没有，可见这个不是好东西。哎呀，宝兄弟，快带上，带上！我不要。哎呀，宝兄弟，快带上！不要！哎呀，快带上！哎呀，我不要！宝玉，当心你弟子的。宝兄弟，老祖宗不是常说吗？这富贵强年，须指望你这命根之年。对呀。想讲的好说，老爹却不晓得。我今日背的你，偏要到太后赏花。到边是那女子，难得西厢记妙事啊！你长身清新能是英强，我因你身经更比长生子。太保佑，生父有其全才子，但愿得亲爱梦去，不就是咦，原来都在这里用功啊！这样一来呀，可要算功责归了你。你取笑我做什么？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最讨厌旷功名、文案吃的八股文章。你外地这些年，哦，不是那些，那又是什么书啊？不要在我面前弄鬼了，快趁早请我看一看。好妹妹，今年看我是不怕的。你好歹不要告诉人哦。什么书啊？真是好文章，你要是看了，连饭也不想吃你。妹妹，是相机。轻一点。好妹妹，你说好不好？
文章的娃儿岂无人？我苦要到句句跟前讲的高。好妹妹，我无非儿今12成开年。好妹妹，你千万饶我这一遭，我是有心却无意。好，明朝让我跌进这池子里，让老头娘帮我腾去掉。那张嘴一封是关于太神女，那隐帮起人呀王慧女，老娘三称让我老夫人，那为民无钱的眼珠肉妹的，我以为你当是对，原来是个人养了枪的。好，李先生，你这个人好，我也要去告诉去。你去呀，你去呀！好妹妹，我们不谈这个了啊！哎，好妹妹，我们坐下来谈别的好吗？好妹妹，上次我到你房里来，看见你又在做针线，哎，你做个香袋送给我好不好？那要看我高兴不高兴。哦，你送我个香袋，我也送你一件好东西。什么好东西？这是北京王送给我的，是皇上赐下来的呢。什么臭男人拿过的？我不要这东西。你不要这个东西，我可要你的香袋。哎，我要香袋，要香袋。你要个香袋呀，那很容易。王子有人会替你做的。人家有为年，有为岁，也有轻的、弱的。哎呀，你又来了！你这个人啊，我们两人一左拳一上谁，从小一起长大，他是才来的呀，岂可为了他而疏远你的呢？谁叫你去疏远他了？那我真的要说不成了你。我为的是我的心，我也为的是我的心，难道只知道你的心，而不知道我的心不成？天气风冷了一些，看你穿得这样单薄，为的冷了又要伤风了你。看你自己也穿得这样。好端端的
你这对丧气做什么？方才驾驭成来了，要见你，等你半天才出来，既出来了，又不慷慨潇洒的谈吐，显得畏畏缩缩的。回归他，你做为所长，为丫头你到烈水光，自古道世事洞明皆牙文，曾经也他几文章，可叹你曾经是苦去不扬，自度荆棘一旁，只怕是永在难以真东梁，与家与公都无妨。接下来是谁跟着你上药的？小弟白明，他到底读了些什么书？哼，硬是读了些了也文化在肚子里，有了些精致的道气。哼，等我空了，写不了你的笔。再或者不长进的算账，我还能在这里做什么？我还不快下去读书？是，哎呀，禀老爷，亲王所欲任就见，有请。有请。不知大人驾到是为愿意？启光，请光，大人请。大人请说。请问大人，那望命而来，有一个想法，请老先生做主。望大人明确，若圣听当真与承办。我们府上有一戏子，名叫秦王，乃是我王爷心愿的。至今350不及回去，四次寻找无着，并曾来终身传授，其光与琳琅宝玉。宝玉将生儿，听说此番逃出府去，也是琳琅的旨意。怪其老先生专制琳琅，将其光放回，也是为王爷奉恳之意。这儿来么？以免笑话寻一之苦啊！请大人稍等，来人，怪宝玉。老爷，你这该死的奴才，在家里因为乖僻被训教，在外边无法无天遇造谣。那几怪是黄眼将前在风尘，已经怪引得他出佛道。小奴才，你不提祖宗真光彩，将何其与我结拜闹？什么机关呀？我实在不晓得此事啊！那是狼毛里虎毛，公子牛苦闷的牢。我是我专眼尖的呀！夜雨正被杀去贼，他是你万情万喜的呀！
愿这生有灵，愿中国言乐玉桥啊！此来他身在哪里？我瞧不知。贫妇他彼此不嫁，可与此事？大人既知地细，何必问我呢？好，我先去找一位，找到了便好。什么语再来请教。大圣卖罪！大圣卖罪！我去看。为了救我分的大圣万岁！奇怪，奇怪啊！后台的曾有印在神通观，难道是来不自在？站住！雷神呐！雷神呐！去拿棍子来，去拿绳子来，把门口关上。老子走！只有是魂脑里面，你可与我打死！天哪！天哪！想我家父，乃是势力最阴之首，不归功名之家，尽测了功，不忠不孝的孽子。既不能光彩求远你不能为家喽。碰遇做错了接受门楣才自己不是金色起革命别将来是公有是罪，今是当时不孽子，明是我情愿提供上空门话与我当时了解，灭将来驸马祖宗来后更，与我当重重的当。也给包容啊！当时包牛是小，要是把老太太气忘了，自己可就大了。夫人，你何出此言？
养了你子，我一日不孝，不是今日结果了他一绝而完。老爷，你也该看在夫妻份上，我年过半百，许下这一年长。朋友，我们娘俩不是一道去死了吧？都是你，都是你，把他弄成这个样子。我今天非把他勒死不可！拿绳子来，拿来！老爷，你真的要勒死他？我真的要把他勒死。好，你先把我勒死了吧。你放手！你先把我勒死了吧。你先打死我，再打死他。你先打死我。老太太，你有什么吩咐？关儿子的进去也就是了，何必自己走来呢？原来你和我在说话，我倒有话吩咐。这是我这一生没养过好儿子，叫我和谁失去呀？老太太，做儿子的教养保佑，也为的是永宗耀祖。老太太说这句话，做儿子的是我今日的气呀！呸！我只讲了一句话，你就接受不起。你那样的板子，难道宝玉就接受得起吗？你怎么样？我真气你身子姑娘，请问宝二爷在吗？宝二爷他已睡着了。睡着了？原来是宝姑娘，宝姑娘请。哎呀，好漂亮的对肚，好漂亮的真心生物，替谁做的？
他这样大了，我要对着对路么？他的伤刚好，夜里睡觉发来出去的，况他对上在对路，夜里漏了鼻，也不会冻着他。真亏你想得最好哈！二姑娘，你数数，我去倒杯茶来啊！不用了，不用了。老子的话是好心啊，说情有两句，我偏要说是莫大英勇。好姐姐，好兄弟呀，身体他有了。多谢你千记着，我已经写好了。宝姐姐，箱子来了许多事。我刚手下一位儿，却听见你在梦中骂人，想不到我是来听你骂人的。是真的吗？我自己一点也不知道呢。好了，梦中之言不足为信，不谈他了。我一来是来望望于你，二来竟是你今天起心思，想来商见一番呢。是，倒是做了几岁，只是总不听你和林妹妹。哎，你来了，正好请你评论一下。老姑娘，请到里面来吧。好姐姐，请。王兄弟，请。什么宝姑娘、白姑娘，有什么事就跑来说着，叫我半夜深更不得好睡。明天再来吧。是我啊，还不快开门！你是谁？二爷吩咐一概不许放声，请来。宝姐姐，请。宝兄弟，请啊！哦，
着我们老一辈的来游园，真是添了我们不少兴趣呢。就凭你这张巧嘴，二嫂子证明他怎样巧，也巧不过你老太太哈。哎呀，我的孩儿，如今我老了，还巧什么呢？想当年，我像孟丫头这般年纪，倒是还比他还娇呢。老太太说的是啊，姨太太。不是我当着姨太太的面奉承，千真万真，从我们家四个女儿算起，要是好，要是巧，都不及宝丫的哟。老太太说的真对，老太太说偏了好。哎呀，这倒是真的，我时常听老太太在白日子包姑娘好呢。凤丫头啊，你等一会去弄一些好吃的东西来，娘儿们今天索性就落一落啊。我的孩儿，你喜欢吃什么呀？老太太喜欢吃的我都喜欢。姨太太，你想吃什么？尽管告诉我，我有本事叫凤丫头办了来吃。老太太总是叫她出难题，时常叫她弄些好吃的来孝敬我们。哎呀，姑妈你休什了，老太太是眼神肉说，要不是眼神肉说，早就把我也吃了呢。谁知远方
难舍。
浓情葬花生相思，他也长自随，一朝曾经生什么事？难道还有一个此地不仁？我大了自在，原来还是这个狠心夺命。妹妹慢走，我知道你不理我，看见我就避开。今天我只要和你说一句话，从今之后就了开手吧。你说吧，说两句，你听不听？唉，既有今日，何必当初？当初这样，今日又这样，唉。想当初，妹妹总将我操来到
子张张切切来照了，你才恼我担忧，你才开眼我心笑，我你同坐去外同长谁向你同胞，十指忙，情情夜夜测到底，中间的莫两情谊比人好，谁知道妹妹承担你心也大，是今是你掐着眼睛把我瞧，三朝四夕不理我啊，是宝鸟手稳落魄担忧，我预出你当夜子那也要，为什么怨儿鼻子将我跑？你有愁你说也是说也好，为什么被人托是你常备好？你叫我不明不怕过绿梦啊，我就是为你死了，也是过去式的归文，原来怎么了？你在哭了？谁在哭啦？我自雷啥昏着你要死了，动手动脚的。哦，实话忘了心，我就动了手，也就顾不得死活了。好，你既这样说，那我来问你，那一天我到医院里去，你为什么不叫杨婉叫我开门？啊？实话从哪里说起呀？哦，怪不得你不理我。好，我说过这样带妹妹，叫我立刻去死好了。翠，那一天长台望天水回，来访你宾主公担心，谁知道睡了个丫头也吃灵，上了你永远里闭门羹，撇下我吃了在院门，别提生爱梨花情。那一日你蒙着都不离人，今日又比自着别自把是命。好妹妹，我实在不知道你来过呀。那天只有毛姐姐来说过一回，定是丫头们管出来的好事。等我回去问出是谁，我定要教训他们呢。是要教训才好。得罪了我倒是小事，要是有什么包姑娘来了，白姑娘来了，也把他们得罪了，那事情可大了你。哎呀，你为什这些话？哎，你到底是气我呢，你为着追我啊？
这有什么要紧的呢？呀，劲都爆起来了，我觉得也流的汗呢。好妹妹，你放心，我有什么放心不放心的？你倒说说看，我有什么放心不放心的？啊，你果然不明白这话吗？难道我平时在你身上用的心都用错了吗？连你的意思啥天天不查，那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呢。我真不明白你的意思。好妹妹，你不要骗我，你咋真的不明白这话？不但我平时不费了心，而且连你对待我的心都过分了。唉，你总是因为不放心的缘故，才动了心，才弄了这一身的病。好妹妹，你只能宽慰一些，病就会好呢。啊，妹妹慢走，你再让我说一句话再说好不好？为什么好说的？你的心我都明白了，都明白了。好妹妹，我这个心从来也不管事。今天我大胆地说出来，我就是死了也是情愿的。我为你也弄了这一身的病，又不管搞啥人，只好挨着，只怕等你的病好了，我的病才会好呢。我在你梦里也忘不了你。好妹妹，二爷，你怎么呀？二爷。人在此，可曾见到我们姑娘啊？我认见。啊，这就满嘴啊！我真有话问你啊，什么话？妹妹身子怎么样？夜里瞌睡好一些了没有？瞌睡倒是好一些呀哈。阿弥陀佛，真是奇怪，像你这个不信神道的人，怎么一年媳妇来了？真是新闻。这叫做病急乱投医呀！哎，子娟，妹妹请饮我了没有？我正要问你，这燕窝是谁请我们的？是我上次在老太太跟前了了一个风声。原来是这样啊！我们真是燕窝，老太太怎么会送人？叫手送来每日一两燕窝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对，燕窝吃惯了，吃上了2-3年，妹妹的病就会好呢。呀！看到有谁是一心诚，虽真是家万难分，她与姑娘好一层，一对一层，不知道她究竟我的什么心，我只觉今日都要死连他一脸，看他是王头万事情。子娟，你在想什么我在想啊，这每日一两燕窝在这里吃惯了，明年回自己家里去，可哪有钱吃得起这个？谁有委屈啊？林姑娘要为自己守在家里去呀。哎呀，你你说什么话？你洪水怕也不乱语，妹妹是苏州女的真好不亲。老太太怜惜外甥女，千里亲归问成婚，她离不开潇湘观众，牵观众真委屈。
错中去我靠旁。你可知前来的亲戚总要还，前来的亲戚是不长，随来千里要归他黑，因此终于他去瓦梁。等姑娘将来出国时，是说要送我到故乡，心灵的不能在家父此一事，听生死。定家名称来接姑娘啊！二姨，二姨，八姨，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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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姨，哎呀，快来粉了，快来粉了！啊，保佑，我的保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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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保佑！保佑！先生，你是怎样时候的把保佑弄成这股样子？不知道自己姑娘对他生了些什么，二爷他熬夜着了，虽然也老了，话也不会生了。这不是不中用的话，上丫好头，你与他讲了些什么？我并不与他说些什么，只是和他开了个玩笑。哎呀，二爷，二爷，你可千万不能当真啊！二爷，保佑！是丫头，得罪了二爷，我快向二爷赔礼。是二爷。子秋，你不能走，你不能走，你要去我也来了去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怎么一回事？然后他开了句玩笑，森林姑娘要为自己守在家里去，二爷他是二爷。好，别老太太，林妈妈看我八二爷来了哈。哦，你叫你妈妈到客堂坐一回。不得了，不得了！林家的人，人家林妹妹了，人家林妹妹了！哎呀，挡出去，挡出去，挡出去！保佑，他不是林家的人啊，是了林妹妹。今世谁不许他心意？哦，你们听着，以后不许地道林子，不许心灵的积累。听到没有？不许心灵的积累。你们看，那不这说，不是来接林妹妹的吗？哎呀，算在那边啊！要子，宝妞，这下你可放心了吧？子秋，林妹妹她从今而去不曾。
宝玉病得好奇怪呀，但愿他也是一位便宜，一位好的。以前小孩子们各在一起，倒没有什么事情，你看怎么办呐？老太太，遇到是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不是早晨即宝玉成了亲，说不定啊，冲一冲湿，这病也就好了。我也真想到了这一层呐。老太太，你们要替宝兄弟成亲吗？这言子不须一对匹配的姻缘吗？哦，在哪里呀？一个宝玉，一个金锁，老祖宗难道你都放心了？哎呀，我真被昏头了呀！老太太，我的心里也是这样想的。那林姑娘啊，虽说羽毛羽人，自从她不知多病多等亲，宝丫头大勇气的与佛相，天涯断肠三年。那林姑娘好虽好，可是美人生儿经不起风吹雨泼。那宝姑娘啊，更有情书配宝玉，是一对天生的平地，能使金国万事兴，初得宝玉富贵千。既然你们都是宝丫头好，那我这心也就定了。老太太，我们心里虽都说是好，也要早日接令丫头照顾过家。倘若那丫头真的对宝玉有些私心，说不定啊，我会唱出什么祸来。那自然是先接宝玉成亲，随后再接令丫头照顾家，再没有先是外人，后是事情。至于宝玉成亲的事，不让他知道也就罢了。咦，都听见了，可不许传出去。要是走漏一个事，当心你们两条腿！老太太，先生，好端端的，你有什么委屈了？玉王啊，起来说吧啊！百里杀去宝姑娘，这真是天朝的真美称赏。真来事情要非空生风浪，我知道他心里只有你姑娘。说什么为你弄成你身边，在你梦里共相望。只听啥子去听是从天大的何事你唱，当时一人落雨，先拜三老。你们为
倒是难了啊。这倒不难，我倒有个主意，但不知姑妈肯不肯，你尽管说来。哎，你们娘儿俩在说些什么？让我也听听嘛。老祖宗，听一条推了文字要报警，生意过里台堂将小机关，红盖头扎子新奶奶，负心人可用此就是小丫鬟。就按神一山，神秘之人送一盘，保管他小金怎内翻不了脸，原谅正常心不谁的去了？林姑娘，你来评评理。他们说话，我也不知道的。我只不过讲错了一句话，我姐姐也不该打我呀。你姐姐是哪一个啊？就是贞子姐姐。那你叫什么呢？我叫傻大姐。你说出了什么话？你姐姐为什么要打你呀？我还不是为了宝二爷要娶宝姑娘的事啊！你说什么？那就是宝二爷要娶宝姑娘的事啊！好一声踏了青天，成了地。
去呀？我要问问宝玉去。宝玉，姑娘，姑娘。都倒闭了还干啥？情字里这情理哟。
娘啊，心里眼中能有多少泪啊？真情的东泪倒成下泪倒去。把天大的事儿放开手，保养你若精神花模样，当开你内上所佛中
老太太，怕你服侍我在几年，我也将你当作我的妻妹。
几句话哈。翠姑娘，来，紫鹃姑娘，我在老太太与韩奶奶商量，那边要用你4花呢。翠妈妈，你心情吧，等生死了，我们4孙会出来听人4花的，真是令姑娘我也一口气呢。紫鹃姑娘，你这话哈，对我说倒也是的，可叫我怎么去为兵上头呢？翠妈妈，你只管去为兵上头到你去请满不了谁，又必成为团起报名才，那便是一片稀奇神似意，聪明能干一大堆。你要我自觉于何用？这锦上添花我与不为。我自觉情十里，只愿听着平他旁边断肠话，就不碰那同房檐上那官杯，但等姑娘断了气，该把我分身谁管我一不责备。那好吧，那就让新言跟我走吧。紫鹃姐姐不去，我也不去。怎么？你们一个都不去？这上辈可是少不了神的。紫鹃姐姐，紫鹃姐姐。
我托你一件事送死，但我在此没有钱财，我的身子是甘心的，你好歹叫他们受过委屈。台下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！今天晚上《红楼梦》大戏结束之后，由我们杨婷娜杨老师继续为大家返场演唱《西园记》摘梅，大家敬请期待，谢谢。
林妹妹，林妹妹，你身子好了没有？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，总算盼到了这一天。宝玉啊，来哦，你今天中兴了，可要稳重些哦。我知道啊。林妹妹，今天是中国大吉，天上神吉，是地界诚心满意的原来是此。哎，林妹妹，你带着这个东西做什么呀？我们何必用这些说他呢？宝兄弟，哎呀，宝兄弟，做新郎总得懂文采，羞洒的新娘气得行，独生欢喜少吃啥，谁怨谁问莫团聚，老祖宗都是为你好，你就懂得孝顺乃是第一层。你说我啥？我看你在上面，我把我这个心都交给了他，还会对他不温柔吗？我爱他亲，他都来不及，真为是他去带去。今日我十分去感谢一声礼，花面刚上化作鸟之声。朋友，我的儿来听娘声，母亲愿意了，相亲之地到把头，这才是父母之心共不改。还有什么？宝玉啊？来，哦，
母亲的话，你可要记住了，这都是为你好哦。我知道。嘿，李妹妹，生身之后给的。他自己言辞不用为是累，咋不是你心地残愿往外推？我在哪里？我在哪里呀？二爷，先生，爷爷让我的死的，可我是不是在做梦啊？什么做梦不做梦的？老太太在这里说啥？老爷在外面等着你。先生，你告诉我，方才说的那位美人儿是谁？是新娶的二奶奶。哎呀，你真糊涂！新娶的二奶奶是谁？是包姑娘。林姑娘你怎么是请林姑娘来了？老爷夫妇娶的是包姑娘。是啊，是包姑娘，是包姑是娘，包姑娘，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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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包姑娘，姑娘，是包姑娘。老公说，你告诉我，这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？这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？宝玉，你娶的是包姑娘，是包姑娘，是包姑娘。哦，我方才明明与林妹妹生的气，是意外摸着她呢，怎么一霎时都变了？都变了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老祖宗，算到今日，自退此地。林妹妹，哦，因为把你好事尽孝的，为什么月老记错了红儿为什么没缘错忘花为什么却叫金杯酒来
一生一生。我妹妹都有病，两个病院一条根，方求你帮再见哦，也好娘同病相怜心连心，我这也能才相见那死了一颗张红盆。老祖宗啊，天下百闻我不索取，自己妹妹空死身。老祖宗，保佑！今天是你的大喜日子，一群病症这副样子，好久不心痛啊！我知道，求你们也没有用。我找林妹妹去，保佑！我找林妹妹去，我找林妹妹去，保佑！我找林妹妹去，老兄弟，这妹妹她已经死了。
林妹妹林妹妹呀，此今是青河半关，怀抱关。苍天设立难境界，可叹我身份灵也化解，居呀是不能负一无情插关。林妹妹，想当初你是高科伶俐，当我将来，自以为南桥可去我你心生又是亲兄妹，那时候两小无猜空红尘面。到后来，我妹妹都长大，空洞西厢采花间。不言，到如今夫人恐怕心想多啦，可怜我伤心不可梨花心，曾记得一红鸳唱了闭门啊，讲你是什么安心也不眠，妹妹呀，你为我是一往情深把平啊天，我为你是彩里梦里长相念。好容易攀到同往花作业，总以为
妹妹姻缘一线牵，想不到林妹妹变成宝心香，恰原来你被逼死我陪骗，十指旁怕对能将我谁知晓今日你亡土笼中托死命。林妹妹呀，自从举城踏官远几年来，你是心头纠结解不开，落花满地伤尘老人语，悄藏你不成眠，你怕那生死上风刀河霜尽，都是君他不传比你上九阿姨，天已夜亮，这里你不便多虑，快回去吧。子舅，我知道妹妹恨我，你也恨我，我就是死了，也是个缺死鬼。这样的话，我都听过了。生已死了，还说什么呢？子舅，妹妹临死时，她讲些什么？唉，想当初姑娘贫从父生里，曾经只与我知心地，他这边是冷傲归河三更起，你那边是同往春暖一天息，只听他恨声呼抱哟，这心酸的事儿我牢记。王阿姨，你来迟了，你来迟生死往昔。
分子卷，妹妹的是高金火柴呀，是天天伏地火分子卷，妹妹的要紧金火柴，情一段，一手一摊。分子卷，妹妹的化作金火柴呀，化作水水葬花。分子卷，妹妹的银骨金火柴呀，那银河笑着姑娘，摇着姑娘深情的话呀。那银河也是情我世上的人儿不是他。玉妹妹，我半生偏了，我半生偏了。九九生的知他错，一根插针把终身苦。天地过有女娃，心却一块难挣脱。一日这东兵线一所伤，岂能一步情侣分手从今你残过面在地下，我愿中去跟永不怕。曾经难在夜里。平地花
听娘娘，您委屈吧。